標竿人生第31天，了解你嘅特色。世上只有一個你，神設計我哋每一個人，令到呢個世界上再都揾唔到第二個你。你嘅構造非常獨特，同其他人截然不同，咁樣意味住呢個世界上冇任何人可以扮演神計劃要你扮演嘅角色。你要知道，你嘅才能係你天生嘅能力。有一啲人有語言天分，自出娘胎就識講嘢；有一啲人天賦運動嘅才能，亦都有一啲人精通數學、音樂或者機械。即使係用嚟犯罪嘅本領，亦都係神賜予俾我哋嘅。不過呢啲本領當然係被誤用或者濫用咗啦。但係你又諗下，如果神冇俾到你唱歌嘅才能，佢就絕對唔會要你做一個歌劇演唱家，因為神唔會要你獻身喺一啲你冇天分嘅工作度。另一方面，你擁有嘅才能就正正係神要你去做嘅有力指標。咁樣乃係明白神對你旨意嘅線索。若果你喺設計、繪畫或者組織方面做得出色嘅話，你就大約可以認為神喺你生命計劃當中要你採用嘅呢一啲技能啦。神係唔會浪費才能㗎，佢會使到我哋嘅呼召同埋我哋嘅才能互相配合。神亦都中意多樣化，只要你睇睇你周圍就會明白㗎啦。佢創造我哋嘅時候，賜俾我哋獨特嘅個性。聖經話，神藉着不同的人、不同的方式去達成一切，亦都係呢一位神藉着眾人成就他的目的。由事工嘅角度嚟睇，性情並冇話對與錯。我哋需要各種唔同個性嘅人參與侍奉，令到教會，令我哋嘅社會都有平衡嘅發展，同埋更加多姿多彩。我哋若果都係平時大家食慣嘅雲呢拿雪糕，咁呢個世界咪會係一個好無聊嘅地方咯。你嘅個性甚至會影響你如何同埋喺邊一度使用你嘅屬靈才能同埋恩賜。舉例嚟講啦，如果兩個人都擁有同樣嘅佈道恩賜，但係假設一個係內向，另外一個係外向，咁佢哋表達恩賜嘅方式就一定唔相同啦。另外，你哋都要知道，痛苦嘅經歷係神常常會用嚟預備你從事事工嘅經歷。佢從來都唔會浪費傷痛嘅經歷。事實上，你最大嘅事工往往就係出自你最大嘅傷痛。因為能夠協助人撫平傷痛嘅，往往就係經歷過同樣傷痛嘅人。若果你真正渴望被神使用嘅話，你必須要明白一個真理：你生命當中嗰一啲令你怨恨或者懊悔嘅經歷，嗰一啲你想隱藏或者忘記嘅嘢，其實都係神要你用嚟幫助其他人嘅經歷。嗰一樣嘢就係你嘅事工啊！今日你又諗一諗，你有啲乜嘢由神而嚟嘅才能同埋個人經歷，可以用嚟服侍教會、服侍呢一個社會嘅呢？努力啊！